大家平安。莫当讲白话啦吼，是我毋是我，有我无我。足爱头拄仔的诗歌，我的信心若无定，伊要牵我手。即使魔鬼得要赢，伊要牵我手，因为主疼我够极，伊要牵我手。自细汉阿公阿嬷拢会唱台语的诗歌，尤其是人生拢有艰难困苦，服侍嘛会拄着困难的时阵，即首诗歌是因足爱念的。就我为细汉的时阵就常常听去，也分享互大家，因为主疼咱够极，伊要牵咱的手。伫讲道头前，咱搁一摆做伙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因为是你呼召阮诚做你的囝儿，搁赏赐大家恩典，互阮会当服侍你，搁服侍众人，互阮会当有受教的心，有通听的耳。就我要照你的旨意来行，诚做你荣耀的见证。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做一个非广告吼，109号设到110周年历史文物展览的实物的展览，到9月底为止吼，无搁延后。所以请大家用即几礼拜的时间来去参观吼。礼拜日的时阵就你直接去就好，较听礼拜了就会当去。那周间的时阵，欢迎搁较侪人带咱的小组、带咱的团契，也是咱做伙服侍兄弟斗阵去。1楼敬畏的所在，你就登记你的名，讲你是啥物团体，也是你是啥物会友、啥物名吼，来摕迄个卡，就会当去遐来参观吼。这是足特别的吼，咱无容易找到。几啊件旧礼拜堂的器具吼，后届展览10年了后吼，错过可惜。等下咱的今仔日的题目吼，是我毋是我，有我无我。咱为一个讲妖义开始。即摆讲题是吼旧与新知的吼，古物新知的吼。啥物叫做古物吼？旧与吼，就是咱遮的已经信主久久啊。已经嘛服侍久久的基督徒，新知就是今仔日伫头前要洗礼，要搁要信仰，也是讲打信主无久，才会兄弟姊妹。希望咱拢会当做伙得到勉励，也得到提醒。伫咱诚做基督徒受洗了后，其实代志才打开始尔。咱开始面对2种以上的文化。价值观等等的冲击，毋是干那传统的信仰、家族内底的信仰，犹古是遐个成团对中国儒释道3家柔和遐个信仰尔，也包括咱常常受到中式的教育所形成遐个价值观、遐个做法等等，所以咱会看见。基督教信仰对西方差不多2000年才会形成的文化、形成的做法，甲咱传统所受的这教育、这文化、这观念、这做法，因就开始冲突，也开始互咱思考，也咱需要调适。但是咱可能嘛会用这款方式来看圣经，带着传统。亚洲人也是讲华人文化的价值观来看圣经，来解说圣经。但是咱常常会忽略一项重要的事，就是咱爱反转来思考，反转来想，反转来做，是用圣经的话语、上帝的话语，祈祷求主互咱有迄个启示，用圣经的价值转来检验咱所受的这个教育。以及背后遐个文化甲价值观，因教合伫圣经无？因教合伫基督信仰迄个重要的价值观啊无？举2个例就好。第一个例就是咱常常会教识人爱谦卑，咱嘛自我勉励爱谦卑。咱讲功成不居，毋好骄傲。但是有当时，咱会转变做一个无平衡的历史观，咱的历史内底拢无人名。空空无故事，因为咱讲毋好高举一个人，但是咱发现，敢真正圣经是安尼教吗？
圣经内底上济就是人命。圣经摩西五经内底，旧约圣经内底有一卷一大堆的人名，差不多一半拢是人名。咱知影是倒一卷无？毋知等去小翻一下。咱若大概3年读经，读到遐就转去啊，因为足歹读的，毋是甲拢人名，佮拢外国名、希伯来文名，安那读拢袂顺。为什么圣经内底有遮侪人名？为什么圣经内底人做好事嘛记，做歹事嘛记？上好的咧，就是大比敢毋是？伊做足侪合上帝心意的事，记了清楚；伊做足侪上帝无欢喜的事，甚至10届犯3届，嘛记了一点拢无含糊，清清楚楚。为什么圣经爱安尼记载？所以我常常讲，圣经是上诚实的一本册啦。其他的历史拢毋敢安尼写，但是咱的圣经教示咱来面对咱的生命、咱的人生到安尼。为什么圣经安尼写？因为伊要甲咱教示一项事，就是无毋对，咱爱谦卑，毋好骄傲，但是咱也爱对咱所行、所想、所做来负责任。因为所有代志，上帝拢要检验，上帝拢要审判。所以透过圣经迄个真平衡、佮真整全的教育甲教示，互咱知，咱当时爱是一个忠实佮善良的奴仆。对上帝来讲，咱爱负责任，每一项事拢有结果，咱爱有好的结果，毋好有歹的结果。但是当时咱嘛爱谦卑，毋好感觉家己做一事事啦，就啥物拢是我熬。咱爱继续靠主，用谦卑的心来忠实服侍。这是第一个例。第二个例是因为咱的确开始进入一个选举的时期。咱倒来想30年前、30多年前，台湾单要开始民主化，迄个90年代，迄个时阵流行一句话。就是讲毋好想民主啦，会真乱。会记即句话无？迄阵真侪媒体甲咱安尼教示佮洗脑。迄阵真侪台湾人，尤其是长辈嘛，安尼深深认为毋好想民主，会真乱。30年了后过去，咱的民主哪来哪成熟？咱倒来去检验即句话，敢真正对？其实伊是毋对的，因为圣经毋是安尼教示。圣经讲，咱拢是罪人，所以毋好有一个人超过正人来做决策，因为安尼是危险的。所以独裁的体制永远是无合对上帝的心意。因为圣经甲咱教示，咱爱尊重彼此伫上帝遐所领受的感动。用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听叹圣神的整个团体、整个团队内底共同的感动。上帝甲咱感动，大家哪讲的话哪来哪成，咱会往一个方向去行，无差错。这就是上帝带领咱团体、带领咱教会的方法。这就是圣经真正的教示。所以今仔日。咱要搁一摆，伫即个洗礼主日，伫即个敬仰告别主日，等于到圣经上头前的教示，对救恩的教示，对基督信仰，对主内底新生命的教示，看到底圣经是怎样甲咱提醒。咱等于到今仔日所竞选的圣经的经文内底，就是哥林多后书第5章14到18节。咱要来看4个重要的提醒。第一个提醒就是，我是上帝拣选我，上帝拣选的就是我。今仔日经文其实是使徒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提醒甲勉励，是第3张批。这个批咱若详细去看，到哥林多前书较无共款。哥林多前书内底保罗足痛心的啦，所以内底真多的责备。但是到哥林多后书，咱会看见责备较少啊，勉励较济。可见哥林多教会虽然是一个稳定、温顺、满满的教会，但是因的灵命小可较幼稚淡薄啊。但是这个教会虽然幼稚，
但是会成长、会悔改、会进步，就保罗做老爸心得到欢喜、安慰甲满足。所以哥林多后书的迄个笔调、迄个口吻是较温柔、较宽勉、较欣慰的。今仔日这段经文，咱为最后一节就是结论来转来往头前看。伊讲，这的一切拢是上帝的作为，伊通过基督，互咱甲伊和好，搁将互人甲伊和好的职务交代咱。18节清楚甲咱讲，关乎拯救一切行动，拢对天父上帝开始，是伊开始甲人和好。这个行动，互咱伫伊的面头前，诚做会当接受伊拯救恩典的人，是伊亲自拣选、亲自拯救、亲自呼召咱，互咱诚做伊的儿女，有更新的活命。保罗伫另外一个所在讲了更较清楚、更较详细，就是伫以弗所书这个教会教士的批。第1章第4到第5节安尼讲，伊讲创世以前，上帝已经通过基督拣选咱，互咱伫伊面头前，诚做圣洁无缺点的人。因为上帝疼咱，早就决定通过基督耶稣，互咱做伊的囝儿来归属伊。是上帝。就是天父上帝，咱的阿爸爸呼召的，就是你啦，就是我啦，就是咱啦。所以对咱今仔日开始，请咱一定要会记哩，我有一个身份，是到永远的身份，就是咱是天父上帝所宝贝的囝儿，是伊的后生，是伊的查某囝。所有的身份拢可能会过去。但是，咱是天父上帝宝贝的囝儿，这个身份要对咱直到永远的活命无停止。第二，非我，毋是我，就是当活的，无过是我，是基督耶稣伫我内面活着，诚做上帝的囝儿，有新的生命，互咱甲旧的生命开始断开，开始无共款。第17节安尼讲，安尼无论什么人，若甲基督结连，就是新创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但拢变做新的。新创造的人是讲一个全然的心，毋是一丝仔旧、一丝仔新，搁甲合做伙，是完全的心，是上帝让咱所做新的创造。我是上帝新创造的人，所以咱的思想、咱的为人、咱的个性、咱的做代志，拢爱改变，拢爱更新。咱爱继续愿意讲，主啊，改变我；主啊，修正我；主啊，甲我活甲你欢喜为止；主啊，我愿意受你的更新，用基督十字架的精神，咱知。咱伫即个更新，伫即个修正内底，一定有痛，但是即个痛要互咱无属伫上帝，拢受除去，就咱会当圣洁无缺点来归伫伊，诚做伊的囝儿。所以14节安尼讲，一个人为正人死，就正人拢死。这个死要讲的是讲罪恶要死，老的我要死，过去的错误、歹习惯，甚至是遐个伤害，拢要死，拢要过去，互咱会当无重担开始新的活命。保罗就安尼甲咱讲，咱已经甲主同顶十字架，但活的无过是我，是基督耶稣伫我内底活的。我搭的活是信靠上帝的囝的活，伊疼我。为我放杀性命，伊疼我，为我放杀性命。这是我最爱的一段经文。主耶稣疼咱到极，为咱放杀性命。所以上帝疼，毋是甲性命同款好，是比性命
搁较好。伊听我为我放弃性命。亲爱兄弟，恁今仔日要受洗，莫袂记哩，这个救恩毋是无代价，这个救恩是极重的代价。只是代价，毋是咱在付领。这个救恩是上帝圣子耶稣基督亲自用伊的性命为咱伫十字架顶所付的代价，极重的代价。伊是听我为我放弃性命。所以恁爱会记哩，打了后，过去的罪恶已经过去，过去的歹习惯已经过去，拢钉伫十字架就死就过去。请恁会记哩，今仔日是恁第二摆的生日，受洗日就是恁第二摆的生日。所以恁伫新生命餐会内底会切一个鸡卵糕，祝你们生日快乐。因为伫主内底，恁顶头生。诚做新创造的人，请你永远一世人爱会记你，这个日子是你第二个生日。第三有我，教会有我，服侍有我。16节安尼讲，所以对他了，我无搁根据人的标准捌人。虽然我捌用人的标准捌基督，毋过即马无搁安尼捌伊啦。即句话的意思，可能甲以赛亚书53章真共款，就是咱若还未信主以前，咱看主就是伊无美貌，无真互咱当心酸的所在。但是咱若信主了，咱看主耶稣基督，伊的受苦，伊的死，伊的搁活，就完全无共款。咱会当为上帝迄个死搁活的重要性来看基督耶稣，咱会当用即个角度看咱家己。看咱身边所有的人，咱开始了解，无论一个人伊的出身偌好偌歹，伊的才能怎样，伊拢有一个足重要的地位，就是伊是上帝所创造的人，伊是特别，伊是宝贵的人，咱拢是独一无二上帝的创造。所以你爱看重你家己是上帝的创造，是上帝用极大的恩典所未赎回来的宝贝。所以，咱毋好伫咱的生命内底去毁类、去浪费。咱爱知，咱对担了后，拢是主的肢体。咱爱合一，成做主的身体。咱拢是主耶稣的肢体。咱爱合一。诚做伊的身体就是教会。咱既然是伊的肢体，咱就要发挥咱的才能、咱的恩赐，努力来服侍上帝甲众人，来成全信徒，荣耀主的名。有当时咱的新加入的兄弟，拢会讲一句话：啊，我无啥物才能啦，啊，我无啥物会晓，我啥物拢袂晓啦。所以当我有一天成熟，我才来服侍。这个成熟爱到见主的面才会熟好势。所以咱毋安尼讲，咱来讲，我愿意服侍，所以有一天我会成熟，所以我会哪来哪成熟，敢毋是安尼？服侍爱是咱的心志，就咱所需要的恩赐，上帝会赏赐。佮讲一摆。咱若愿意服侍，立迄个心志，就上帝会赏赐咱需要的恩赐，互咱凡事交业。所以邀请所有兄弟拢来服侍，拢来诚做愿意的同工，来成全信徒，佮荣耀主的名。第四，无我，毋好逐项代志拢要为我。保罗进一步甲咱讲，咱爱互主的听激励，咱爱互主的听催逼，咱爱互主的听支配。所以英文讲的上好啦，你着爱互上帝来 push， 伊甲你推动，伊甲你催动，互咱会当诚做无搁为家己活的人，互咱会当替为咱死搁活的主来搁活。啥物款的活命？就是咱愿意开始食亏。咱愿意开始牺牲，咱愿意分享，咱愿意帮赞，咱愿意无自我中心，无遐自私，咱无啥物代志拢为着我，
爱餐口味爱亲像我爱食的，服侍形式爱我的，讲话爱请我听我爱听的，毋好安尼。咱常常为别人想，尤其是遐较软者的、较粗心的、较需要咱帮衬的兄弟来想，就咱会当无我，无过为我家己。所以，咱若安尼行的时阵，咱会发现，咱为主来活，为迄个为咱死个为主来活，然后咱就活出迄个各换的新生命，亲像咱头拄仔做伙徛咧读《使徒圣经》讲的，我相信肉体个活，我相信永远的活命，咱就真正得告别咱的信仰。伫即个讲到最后，我要甲大家分享一个故事。今年咱咧庆祝咱释教100周年，今年咱也伫遮纪念咱的小会第一任的议长，就是宣教师吴威廉牧师伊白逝100周年。所以咱下半年有真侪活动，也有真侪咱要做伙做的事工。伫咱其中一个事工就是纪录片的摄影甲录影。伫即个过程，咱发现，刚发现一个真困难的事，就是吴威廉牧师伤低调啊，所以足侪资料足歹找。伊甲马介是个性无共款啦吼。但是伫即个摄影录影的中间，因为咱有请一寡专家做伙来分享，做伙来讨论。其中一位就是对即个史料甲历史真熟的地方牧师，伊分享一个故事，咱应该拢爱知，但是咱其实拢毋知。就是伫即个宣教中心为淡水刷到双连即个过程中间，有发生一寡代志。1912年，马街伫咱对面来开，迄是所有宣教师，差不多所有教会拢赞成的，因为病院伫遮开，就有真侪人的需要得到满足。因为病院开始开，无论是即个病人，也是家属，也是附近的社区信徒，当然嘛有信仰的需要，所以开教会嘛是有需要。所以1912年到1913年中间，双连讲义所就是咱常常在讲的牛埔庄讲义所就安尼建立。然后110年来，诚做今仔日咱所徛起、所归属，做伙伫遮学了上帝的双连教会。但是，所有故事拢有一个但是。讲到第3步，就是台北新学校要迁煞无，就无共款的意见。大部分的宣教师感觉迄阵啊，遮开始咧发展。遮离台北府城较近，虽然也是市郊，但是至少较近淡薄啊。因为整个台湾北部在变迁，遮有大学生啊，遮有学校，学校搁进一步就变做新学校，是好的所在。拄啊好，吴牧师感觉无共款，意见无共款，伊感觉讲啥伤繁华啦，囡仔伫遮拢袂读册，着爱甲放点淡水。拐起来才会好好啊读册。到即马吼，抑阁有足侪私立学校拢安尼感觉，放点较遥远的所在，才会乖乖啊读册。但是所有的人拢毋是安尼想的。吴牧师无坚持家己的意见，伊就顺坦伊所开始的民主合议的制度、共识的制度，顺坦圣神伫众人中间共同的感动。所以，迄阵啊，新学校就搬来即马台年的所在，甚至伊顺坦到什么程度，伊就亲自设计、亲自起造迄阵啊的台北新学校。咱若有机会去看迄个旧的相片，咱会发现，迄个学校起了有够好。咱若有看见，也有参观过国外遐老牌大学的时阵，咱就看见足共款的，遐树仔足济，地足宽。所有的建筑物足水足坚固，伊的迄个设计足，互人足感觉印象足深的。伊愿意放下伊家己的意见，顺坦众人的意见，然后起一个真水、阁真好势的学校。甚至伊嘛继续咧想讲，要为双连要甲圆山啊无，虽然后来无成功，但是这拢毋是为伊的意见开始。却是为大家做伙做的决议开始的。
高威廉牧师即个足特别的特质，互咱会当有足深的学习。咱伫学习高威廉牧师，毋是伊拢对啦，因为无人会当拢对，因为咱拢是有限的罪人，也毋是。但是咱伫学习高威廉牧师上重要的，我即2礼拜拢伫想，咱到底要学伊啥物？是伊顺探上帝，行伫对的道路啦。就是顺探上帝伫正人内底，迄个感动，迄个民主合一的制度，然后头前行到即马，已经1世纪有超过，也佫是真正坚定对的道路。这就是咱会当学习伊的。高威廉牧师，伊知上帝呼召的是伊，就渡过遥远的海洋甲大陆来到台湾。高威廉牧师伊无阁为家己来活，就为呼召伊的基督耶稣来活。高威廉牧师伊无局限伊家己伫牧师的即份，愿意甚至是建筑也是其他的代志，拢来服侍，就逐项服侍拢有伊。高威廉牧师愿意无逐项拢爱照伊的意思，就会当顺探上帝的意思。亲爱兄弟，特别今仔日恁要洗礼，要信仰个别，要加入相连教会的兄弟，请恁爱会记哩，今仔日就是恁丰盛生命的开始。人若受洗得救，咱就做伙欢喜。今仔日也是正兄弟姊妹咱做伙定心立志的日子，互咱为着人得拯救欢喜，互咱啊，搁一摆用咱的立志，继续上帝伫咱内底开始迄个新的生命，互咱会当安尼讲：我已经伫基督内底，我是新创造的人，我愿意为主来活，我愿意甲上帝和好。搁侪劝人甲上帝和好，就互人搁较侪人当得到福音的好处。阿们，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我感谢你，因为是你伫创造以前就呼召阮成做你的囝儿，赏赐阮得救的恩典，互阮得到新的生命。当阮伫遮搁一摆定心立志，愿意照你的话语，甲你的旨意来行，互阮会当宣告讲：当活地无过是我，是基督耶稣伫我的内面活着，就我为国外的主来活，搁劝人和好，当得福音的好处，来活出国外的新生命。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